本港嗰間小學嘅學生去信總理溫家寶，提及教育問題，獲得總理溫家寶親筆回信。羅若安報道。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將溫家寶上個月25號寫嘅回信帶俾芳樹泉小學嘅學生。佢喺信中話：知識嘅力量能夠改變命運，亦都能夠帶嚟幸福。希望同學從小就熱愛國家、熱愛人民、熱愛香港，努力學習，立志成才，回報社會。獲得溫家寶親筆回信嘅係小五學生李雪瑩。佢喺4月底寫信俾溫家寶，感謝佢喺工作報告中重視教育發展。我媽咪真係以前咧好叻㗎，咁就因為冇錢，所以就讀唔到大學，所以咧依家有咁好嘅政策，咁我就寫咗一封信俾佢，多謝佢。李雪瑩話：其他同學亦都喺信中簽名，最後有43人聯署。李剛除咗將信轉交校方之外，都回答學生嘅提問。我想問溫總理的工作辛苦嗎？溫總理的工作非常辛苦，因為他是13億中國人民的總理。溫總理中南海裏我們中央政府的領導人要一直工作到凌晨7點到8點才能入睡。無線電視記者羅若安。